我要求你好，我今早接到圣旨，无论安怎样都爱送公主甲长安去。现在公主失踪，我甲这当今连一个消息都无，明仔载无客亭袂用哩啊！你知？好无目标，今仔日就要找到公主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要若找无公主，我这条命团，哎呀，我要安怎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好叫一个人来摸抢着公主，明仔载客亭上镜。问题是，写到长安城，还阁有几落天的路程。利用这几天内，我负责叫我的囝儿俊生，初将这个公主找倒出来，在半路来甲伊投换。哎，好办法！也毋过，这假公主要叫什么人啊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叫我的新妇祝伊红。阿爹，俊生，李大人对咱稳重如山，伊的困难咱必须要替伊解决。去找伊红参详。什么？爱我冒充客丹公主？这是不得已，无其他的办法。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！而且，客丹公主是要到长安城去相亲的。这是暂时的，我一定会在你未进长安的以前，将客丹公主找来换你倒转。若是找无公主，若是找无公主，我甘是非正宫相亲不可。到日时阵，若是被识破，欺君之罪是爱斩头。感觉你拢无想到这样个性。这阵，你是毋是阁爱我？冒充公主上镜？我也是求你帮忙我一把。为做事，你竟然无顾。我生死，你怎不叫人啊同相比？此事的并非啊，我的本意，阮有名的难为啊，我的事。你要做孝子哦，这样有命，难道你爱妻啊去做牺牲？目前唯有此道境，我别无其他卡加用。是你忍心让我去死去？此去并非啊，一定是出去的并非啊，一定是。困求贤妻啊，你明大义，此阮的此情啊，拄啊如天。真是，以后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在你未到长安的以前，将客丹公主找回。咱夫妻今生若是还阁有缘分，但愿会当如你所愿。
但一定会断呢。真是。唔免我搁再讲，你大概知影我来的意思。我哪会知你到底来这是要创啥物的？将邱某人给我叫出来！你在讲啥？我袂伤恁，恁若是要将伊搞出来，就唔通怪我责任。哎呀，实在有影吼无啦，迄邱某人哦，伊哪有来遮？伊较孙有来遮的时阵哦，像你即摆来，我若敢甲你骗对毋对？我一定哦会坦白甲你讲啊！嘿，嘿，啊！你咧找的人是我，甲其他人无关系。嘿，安尼你就跟我行。唔通，你免家己的呢。哎呀，票完啦，你都唔知这一帮的吼，对阮嫌偌厉害咧。人讲知进体有营养，安尼阿两尾磕石头，咱阿先保家己的性命较要紧的。会记你我的名都无唔对，顾不忠。啊，你唔知啦。主公呢，顾不忠的讲起真有理。我缀伊来去，是生是死，这是我的运命。不行你啦，你袂用你去的啦。公主，请。哎呦，气死啦！安尼是要咱交代就好啦。那保不中啊啦！你拍算要将我安怎样？你讲啊，是安怎？你哪一句话都唔讲？我伫咧考虑要安怎样处理你。你已经想一暝一日啊？敢讲我遐尔啊歹处理是？对，你摇着，你确实是真歹处理。只使你来的人，敢毋是爱你将我杀掉？一摆你摇唔对啦，敢讲毋是？毋是。要若安尼，因是因爱我将你送到长安，换倒转来我的未婚妻。若安尼，你还阁有啥物通好考虑的？我伫咧考虑，无要安尼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无愿意，搁再继续逼迫伫咧过日，所以我要报复，我要将你藏起来。但是，必须爱牺牲我迄个多情的未婚妻。21年中，我过着无自尊的日子，无我家己的权利，所以，我连成对魂六绝，
称霸武林，以为无人会搁再对我发号施令，想袂到我就爱做更加搁较侪我无愿意做的代志。看起来你还阁有人性，可惜的是你无勇气。你爱我提出勇气是？对，你若认为讲应该安怎做，就免顾虑遐尔啊多，勇敢去做啊。好，那呢？我要爱你。家公主若到长安，必然会暴露。狄元新，伊必定会死，伊一定会死。一定会死！但是，我的未婚妻也都爱陪伊死。哎呀，你绝对袂用安尼做。但是，我真正去爱着你，生做太水，生做太美啦。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恁未婚妻性？就是因为着道德，所以我这世人才会过去这么艰苦。我要找回我家己，我一定要照我的意思，照我爱做的代志去做。我一定要得到你。你莫管我，如果我知影你袂搁再听我讲，也不过我一定要讲。甲我决定好的代志，你搁干那讲也是无路用。如果白同志对的时阵，启丹公主也同款无重要。白同志劫走启丹公主的目的已经真正的明显了，因两个人是相亲相爱。现在已经远走高飞啊，所以你才会自爆出去。我要来去惊城，揭穿假公主的秘密，将狄元新、杜公武拢甲伊杀掉，替我阿爹报仇。如花，这代志并不是你一个人做会到，你心肝内比什么人都较清楚。你安尼去，明明是想要去送死。你失去白衣同志，人生对你来讲，都无搁再有活落去的意义。同款，我若是失去了你，这个人生同款也是无搁再活落去的意义。所以，要死，我甲你斗阵来去死。我求你，你莫管我好无？你若是死，一世人我的心肝内拢会真正的艰苦。不如我就甲你斗阵来去死嘛！我无法度通阻止你，同款你也无法度通好阻止我。我决定的代志，我永远都袂改变。公主，你必须要杀死白如愿。白如愿，伊想得要上京城，揭穿着假公主的秘密，会发生真侪麻烦的代志。所以狄大人派人急报，白如愿若无死，你的未婚妻足以防伊的生死。阿爹，假使囝若去爱着别人，而无顾我的未婚妻呢？
你即摆咧讲啥？萧义宏会去假扮公主，是阿爹你逼的。伊若是会惨死，也是阿爹你造成的啊！俊生，就当作阿姐要求你，最后一摆要求你，你去趁时赔了我的好。阿爹，这是你最后一摆命令我。是，最后一摆就好。好，我绝对抬身逼如我。剑先急走。没啦，阮两个都毋是伊的对手，你莫生气啦，你慢慢怪阮票完啦。哎呀，伊明仔载会进长安，若无找出一公主，我为费的苦心拢总是白费的。梅公主啊，等我找伊几啊天啊，也无拢无消息啊。你今日是要倒找？我来去找伊落我倒帮吧。这是你最后一摆命令我。是，最后一摆就好。好。对分剑略传，从来也毋捌失手过，但是我今日无想要带你走。我求你唔通抬，我求你。阿娘无要紧，你紧走。你紧走！爸母，在下无意中去伤着你，我先向你道歉。但是你的查某囝非死不可。大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唔通太死我的查某囝。你若要太死我唯一要靠的人，不如你就将老身太死。老身甘愿替我的查某囝死。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敢是你亲生的？是我亲生的查某囝。其他还阁有亲人无？有，阮一家有5个人，也不过21年前被风水冲散。虽然我也阁有2个后生，但是至今生死不明。